從來用喺壞嗰方面要嚟鬧人咧，就好好用。點解？因為從來其實係一個好確實嘅數目字嚟嘅。從來其實就係講緊第3次。即係如果一個人佢衰多過2次，衰到第3次，佢就從來都咁衰嘅。啲阿媽鬧仔就係㗎啦，做功課啊嚇！我第2次叫你做功課啦嚇！你從來都唔做功課喎！我尋日搭 lift 啊，直情搭 lift 咁啊，入咗嚟咁咪望住道門嘅啫。後面忽然間有阿媽同個仔講：你從來都唔着衫嘅喎！我望一望頭都30幾嘅啦條友，我唔敢望埋佢啊！天生雪人嚟啊！從來唔使着衫。我真係中意從來呢個字。女士係最中意用從來呢個字嘅。對女士嚟講，從來其實好多時唔係第3次添，第1次就已經係從來啦。無論你同佢一齊幾耐都好，你同佢10年、20年、100年都好，只要有一日你同佢一講分手，佢就會話：你從來都冇愛過我。